大家好，我係靚姐。廣州人飲茶講求新鮮滾熱辣，今日就嚟明國飲翻餐高品質靚茶。低調奢華講嘅就係呢種風格，善用鏡面，空間感瞬間擴大，鐵畫銀勾嘅字畫突顯厚重文化底蘊。呢度有咩嘢招牌點心啊？我哋呢邊招牌點心嘅話就比較多啦。咁因為我哋嘅餐廳有所有嘅點心都係現點現做嘅。我哋明國鮮蝦餃嘅話係採用新鮮嘅大蝦去進行一個手工嘅叫做摔打，即係手工嘅打滑啦。咁會令到佢嘅肉質同會比較鮮美。餡料好飽滿，新鮮蝦做嘅餡料咧就係特別爽口同埋鮮甜。咁呢個香芋絲空氣春卷嘅話咧，佢嘅特點係入面嘅餡料，佢創新加入咗我哋嘅燒鴨嘅烤肉絲。春卷餡同埋皮嘅比例啱啱好，啲餡唔會滿到死死實實，食起身又香又脆。我比較中意佢用純米漿做，有米香，而且炒得好有鑊氣，加啲辣椒醬仲和味。紅米腸都全部用新鮮料嚟做，靈魂在於鮮蝦同網皮嘅脆嫩碰撞。唔好怕罪惡，點多啲花生醬，風味仲濃郁啊！糯米雞一上台就聞到荷葉嘅清香，糯米油潤，餡料濃郁，大啖食夠滿足。有環境有服務，最緊要出品新鮮滾熱辣，係我哋熟悉嘅老廣的味道。又打卡一個靚正好地方。